咱只是要备办心来参加今仔日的礼拜，请走角。来啊！咱着摇花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祝伊出欢喜的声。即马来吟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，会众请起立。
请大家继续徛在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我入日去，着救阮发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人、人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说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我天，他做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过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摆用启应文交托，启应文第18篇，伫信息后面1031面，就是诗篇第67篇。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阮。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一声，愿万国快乐，唱歌欢喜。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。土地有生产五谷。愿上帝赐福阮。祈祷，请大家三角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平安自集伫你的圣殿，敬拜你的名。主啊，阮活伫个变动的时代，社会有灾难，世界有战争，人的心也充满不安。求你赐互阮智慧甲勇气，互阮无论伫什么所在，拢会使坚持信仰，依靠你的爱，行过难关。主啊，阮为台湾最近流感疫情来祈祷。即阵病院拢是感冒的病人，有的人病情严重，甚至失去性命。求主怜悯遮个受苦的病人，安慰伊的心。阮阁为着前几工车祸事件来祈祷，愿主怜悯医治受伤的人，安慰惊吓的心灵，嘛赐予受影响的家属。主啊，阮嘛为着台湾目前的政治来祈祷。最近社会充满对立，罢免案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，政治人物甲人民之间的关系嘛更加紧张。求主予政府有智慧、公平公正来做决策，予民众的声音得到尊重。社会袂因为选举阁更加分裂，反倒是找到共同的方向，予台湾变成一个更加团结的国家。最后，我嘛为南门教会来祈祷。请你看顾南门教会伫道牧师甲牧师娘的带领之下，各项事工会使继续顺利发展。咱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
这是邀请信歌队献诗，今日要献的诗是用心唱歌阿罗上帝。感谢信歌队的学老，请大家三过来领受上帝的话。会众就出声大吼叫，迄面百姓拢啼哭。以色列人哀怨摩西、亚伦，会众对因讲：毋单着阮死着埃及地，毋单着死着刺旷野。耶和华写书带咱到即所在，
互阮倒伫倒的啊，阮的某甲囝要受掠，阮倒去埃及，岂无较好嘛？因三仔讲，咱着立一个手令倒去埃及。摩西、阿伦就铺落伫以色列全会众人的面前，偷看地人的中间，伦的囝约书亚甲亚夫尼的囝加勒拆咧因的衫，对以色列全会讲：阮所经过偷看的地是极好的地，耶和华若欢喜咱。就要带咱到迄个地，将地赏赐咱。迄个地是留年甲蜜的地。纵使恁毋通背叛耶和华，也无得惊喜所在的百姓，因为因是做咱的食面。国顶因呢，已经离开因，阁有耶和华甲咱伫咧，毋免惊因。讲道，请读牧师讲道，题目是迄摆旷野地的抉择。感谢大家平安。来，咱头前后壁的兄弟姊妹，你大声甲讲，看到你真好，看到你真好，看到咱大家当做伙做礼拜真正好。过去我捌有一道的经验，伫国道3号顶面咧赛车，国道3号。迄道的经验就是讲，就算做3个车道，我已经驶中迄个甲慢的迄个车道，但是大个速度嘛，平均拢差不多伫120至125的速度一直咧走。当大家拢用即款的速度咧走的时阵，咱袂感觉讲时速125会紧，因为大个就是安尼。但是上无就是讲，大家一个安尼咧对，有一个安全的距离的时阵，就还好。但是伫迄道咧赛车的过程中间，有一项事，互我小可错一条，因为有一台讲起来是应该是真贵迄款的豪车轿跑车，你一直问，对后壁问过来时阵，只是车头甲超越咱的车头安尼尔，伊就硬要甲骑入来，所以咱有法度做的选择嘛是减速，互伊入来，只是伊入来了后，共款嘛，佫一直去。无拍算几分钟了后，头前的车全部拢咧紧急刹车，所以咱嘛是紧急刹车，但是咱爱知影讲125公里迄款的时速要紧急刹车，好大个动甲东倒西歪。后来动起来了后，就渐渐恢复，安尼一台驶好过。头前驶才看到达到迄个驶甲足飘撇的，驶甲足迄个足臭情的迄台车，甲另外一台车相撞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这嘛是咱的一种的选择。咱要好好啊，安全来驶，也是要亲像这台车共款安尼，这臭情啊，一直一直去。真济咱的日子，咱的人生嘛，会有真济无共款的选择。这款的选择，常常有当时啊，在伫咱的一念之间安尼尔。就亲像今仔日透早，咱要来做礼拜，无要来做礼拜，迄嘛是一种的选择。有时阵毋是咱代志无法度，有时阵毋是代志真正足困难无法度做，是甲咱要爱毋爱的选择有关系。因为想要就会千方百计，不想要就千难万难。当咱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进度已经来到民数记，但是咱头前安尼一直看一直读，咱应该当看出。创世纪对头咧讲出上帝创造的心意以外，其实嘛有提到人类的罪、救恩的由来，甚至伫咧中间，上帝要将迄个望放伫咱的人生，放伫咱的心中。来到出埃及记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上帝拯救的工作，是为着要互咱会当归向伊啊。过来利未记，咱会当看到的。就是讲到上帝真侪无共款的规定，伊的道路，遮的规定，遮的道路要叫咱行的，是因为要呼召咱三甲来敬拜伊，咱会当做伙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咱一步一步读到民数记的时阵，民数记要甲咱讲的是上帝的信息，上帝要呼召咱甲伊三甲同行，
特别是伫旷野的生活中间，咱会当看到，无毋对，人伫遐有软弱有需要，但是上帝的恩典嘛伫遐充满着以色列民顶面啊。只是咱看到遮多无共款的选择出现伫头前的时阵，比如讲对出埃及开始，以色列人选择好，我无想要做奴隶，所以我要出埃及。但是当因出到旷野地的时阵，咱嘛会当看到，哇！以色列一拄着无好的事、困苦的事，因的埋怨、因的批评、因的论断，就一直出来啊！因为因想到的是，感觉讲好享受哦，享受哦。上帝打讲要带咱去迄个老年甲必好、阁水的所在，但是哪会无甲咱讲，原来要去迄个水阁好的所在，需要经过旷野地的操练。这个操练是困苦的，这个操练是欠缺的。这款的旷野地，夭寿哦！早知留到埃及地做奴隶阁较好，上无有厝通住，有肉通食。当因咱咧不断咧埋怨上帝，不断咧批评摩西的时阵，其实咱通注意，伫迄段旷野的时间，上帝引带以色列人经过红海，上帝供应伊每一天的玛纳、烟豚甲啉水通食。上帝日时用云条，暗时用火条来甲引带，来甲因保守。但是遮尔多神者奇事无效啦。遮尔多神者奇事，在以色列人来看，都变做甲伊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这本来就是上帝引带阮要出埃及，伊就爱替阮做的事。所以当安尼的时阵，以色列人伫遐，就亲像是一个互审判的囡仔，真正亲像互审判的囡仔，变成有一个术语咧讲的，叫做属灵的巨婴。就有啥物款的代志，无顺着以色列人的意。无顺着因的心，就开始埋怨上帝、批评摩西，甚至伫迄中间有一寡人，佮选择制造一只埃及的神明金牛来做敬拜。所以咱会当看以色列人伫旷野做出真侪无共款的选择，只爱选择累积起来的结果，只爱选择所累积出来的结果，就是互迄一个出埃及的世代的人，全部拢总流离旷野地啊！我毋知当咱若看到遮个奇事的时阵，咱敢有一种的想法？上帝哪会遮残忍，甲所有迄个出埃及的世代的人，全部拢流离旷野地？上帝毋是讲要应允因进入迦南地了吗？是安那？无要眷顾，无要带念上帝伊家己的应允的？当然，代志毋是安尼啊！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家己选择要将因的心流离埃及，这是以色列人因的心，因家己的选择，因要选择批评，搁再批评，埋怨，搁再埋怨。伊毋是只有互家己变做一个苦毒的心，毋是互家己的人生成做苦毒的人生，嘛将边仔的人拢总拖落去啊！所以当遮无好的话、负面的话、批评、论断的话，一直讲，代志就按照安尼来成就啊！这就是圣经咧甲咱讲的话语的大能啊！当我们怎么想、怎么说、怎么做，会决定我们的人生。所以一款随意的论断、批评甲埋怨，圣经的概念叫做毒根。有毒的根是会破坏教会合一、破坏团契和谐生活，甚至困着咱一生的事啊！特别是要进入迦南地进前，摩西对12个支派中间选出12个人。这12个人，甲按照圣经的记载，因拢是有资格做族长的，甚至因是有资格未来要成做因家己的支派的领袖的。这12个受着选出来上优秀者的代表，摩西派因进入迦南地去看迦南地到底生做啥物款、啥物样。后来10个倒转来的人回报给摩西甲以色列的民的，就是讲毋通哦！头前的城迄墙偌悬的，你敢知？遐个人生做偌勇壮的，你敢知？咱以色列的民甲徛伫因的面头前吼，真正就亲像一只草蜢啊，人凊彩就甲咱电死啊！
即款的言论，伫以色列人百姓头前安尼一直讲的时阵，互新的一代以色列民听到，讲较紧的叫做情绪崩溃啦。因为圣经甲咱记载讲，以色列民因有人放声大哭，有人开始埋怨，有人感觉讲归去倒转去埃及好啊。我毋知讲，咱若拄着困难的事、挑战的事，甚至互咱感觉切心的事的时阵，咱会安尼无？咱会不安、忧愁，咱会想要讲倒转来一个较舒服的环境，安尼就好无？甚至咱会不断发出埋怨，不断发出一款的批评。我想，即款的情景伫咱的生活中间嘛有可能会出现。当咱出现的时，有可能是不管是读册压力、工作压力，也是伫咱的家庭的生活、工作的生活，甚至教会的生活。当咱出着问题，咱会安怎来做选择？最后，才会去影响到咱人甲人、人甲人之间的关系。若是安尼，咱常常会出现的是三种的反应。咱若真正拄到遮个代志，有可能咱的反应就是咱的情绪会去互遮个无好的代志带咧走。咱有可能开始怪东怪西怪别人，甚至咱会感觉讲，咱想要行回头路，倒去迄个埃及做奴隶，但是上无是安全的环境。我毋知影当圣经咧描写遮个事的时阵，咱看了有感受无？也是你会感觉讲，袂啊，我的生活真好，我真幸福，囝儿孙足有效的啊，真好啊。若是安尼，咱来感谢上帝。但是咱嘛毋通袂记，有当时啊，伫咱的身边会有其他，伫即款的压力中间，伫即款困苦的中间的人，就亲像昨下暗思韵师母接到一通电话，原来所发生的代志，就是伫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内面。这个非基督徒的家庭的内面，这个爸爸昨下暗啉烧酒醉了后，摕刀要杀家己的囡仔。迄个囡仔一边哭一边走去警察局。迄个老爸一直骂。这个警察就问这个囡仔：“你有啥物想法无？是要倒转去厝，还是要警察来转互？”甲伊转互社会局，看要安怎安置无？这个囡仔毋知影，甲去互社会局带去是啥物款的状况，所以伊毋敢，伊无爱。但是因爸爸啉烧醉醉啊咧起酒痟的时阵，倒要甲刣，伊嘛毋敢转去。所以大声伊本来问伊一个长辈，迄个长辈住甲因兜住小隔壁尔。但是这个长辈嘛毋敢出声讲好，啊无警察打电话来啊，咱就甲囡仔带倒转来。因为迄长辈看到讲好，因爸正咧起手痟，咧起歹手举刀，啊！万一这个囡仔带倒来阮兜，啊！这个囡仔爸爸敢会走来甲我刣无？说毋敢。好佳在，这个囡仔因为捌去过教会，知影教会有一寡哥哥姐姐对他很不错，所以就联络这哥哥姐姐，安尼要安怎办？所以教会哥哥姐姐这社青，就赶紧招的赶去。警察局陪伴这个囡仔，在陪伴的过程中间，本来有青年感觉讲啊，无要紧啊，咱教会毋是有一间套房，迄个套房就是咧做客房的嘛，有人起来当住遐，啊无甲这个囡仔带倒转来好啊。但是有一个社青感觉想毋通安尼做，安尼无妥当，所以因就啊无敲电话问一下慈运师母看要安怎办，师母嘛甲因讲，先毋通带倒转来教会，因为你若直接带倒来。咱嘛毋知影，即个爸爸会倒转起来教会找恁拄少无？咱嘛知影讲，即个爸爸会感觉讲，伊的囡仔还未成年呢，恁遮的社青甲伊带咧走，啊，要甲恁告诱拐咧。所以上好的方式，嘛是搁联络看卖，看因有亲人肯来甲即个囡仔接倒转去无？尾啊，联络来联络去，可能遮亲人拢知影即个家庭的状况，无人敢出面。到尾啊，嘛是只好搁联络到住伫厝边即个长辈，因为囡仔伊是长辈，辈分较悬。有可能即个长辈安尼看1点钟，搁1点钟经过了后，即个做爸爸有可能迄个酒痟较清醒，较无安尼情绪的波动啊。所以即个长辈就讲好，啊无伊去警察局甲即个囡仔带转去。
教会才会声称着伫遐陪到即个长辈来将即个囡仔带到店了后，因才来离开。这是昨下暗所发生的事，所以你也感觉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足美满幸福的，真正感谢上帝。但是咱嘛毋通袂记，伫咱的社会、伫咱的生活的四周围，可能嘛有一寡人，因会拄着无共款的代志。所以当迄10个探子倒转来，甲摩西甲遮以色列百姓所讲的，甲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，形容做哪像是要吞食因的地共款。但是一个领袖的特质毋是安尼，一个愿意倚靠上帝基督徒毋是安尼啊。一个领袖的特质，一个愿意倚靠上帝基督徒，常常带着是超越一般的人的信心甲眼光的。有一个故事，我相信可能咱真侪兄弟姊妹拢捌听过。这个故事咧讲，有一个下厂想要去非洲开拓因的业务，所以就派着2个足老道的业务人员去非洲去观摩去考察。倒倒来了后，其中有一个业务甲公司回答安尼讲。无效啦，无效啦！迄非洲的人要穿鞋仔都无几下，咱鞋仔袂去也是要袂互相穿。但是我相信你只要听过即个故事，就知。另外一个业务倒转来咧讲的，就是讲太好诶，遐个人无几个有鞋仔通穿，迄个市场会足大，所以咱爱赶紧去，咱爱抢第一去。偏偏一个状况，2个业务所回报的拢无共。当然，我相信咱其中，咱若捌做过头家，捌做过主管的，咱嘛无可能讲，因为听到2个员工讲的方法、讲的方式、讲的内容无共款的时阵，咱就直接做决定，讲好啊，无要安怎。通常咱若有时间，咱嘛要先做一寡研究，摕一寡资料。哦，不管是不管是收费即款的研究也好，哦，不管是即款的观察、观摩也好，可能咱若时间会有，咱会想要加收集一寡资料了后，咱才来做决定吧。但是有当时啊，真侪事、真侪人生的代志，并毋是安尼，有遐尼侪时间，互咱慢慢去收集资料，慢慢去做研究。我毋知影讲，咱知影今仔日永主甲伊未来的夫婿，即个俊宇坐伫咱中间，因即个拜六要结婚，咱知影无？因即个拜六要伫咱的教会举办结婚典礼。我所听去的是，因过去熟悉10年。这10年中间，当然嘛有高高低低的人生起伏。最后经过10年了后，好，经过10年了后，俊宇足无简单的，互安尼观察10年了后，用主终于决定，就是这个我要嫁。我相信这10年应该嘛会出现真侪无共款的对象，伫因的感情安尼行来行去，最后因选择的就是这个我要嫁，这个我要娶。但是我所听到的，因哥哥用亲无共款。因哥哥用亲是10年前的某一个离月婚，熟悉伊真的太太亚玲。离月婚拄啊熟悉尔，4月份就甲邀请讲咱做男女朋友好无？12月份的时阵，好动作足紧的，随摔起来带起来做某。一个是妹妹爱经过10年的观察做决定，一个哥哥动作足紧的10个月就甲决定甲决落来。同款的家庭啊，同款的兄妹啊，但是咱每一个人咧面对咱家己的环境，面对无同款的状况的时阵，咱嘛会做出无同款的选择。但是不管是啥物款的选择，其实中有当时啊，嘛有一个足大的因素。迄个因素叫做咱相信啥物？咱若相信这个是较适合咱的，咱若相信这个是对咱较好的，有可能咱无遐尼济选择，无遐尼济考察，无遐尼济资料的情形。咱会真简单，用咱所相信迄个上好的，也是咱所相信迄个适合咱的，咱就用安尼来做选择啊。这个相信是在伫咱相信啥物。所以摩西所派出的迄12个人中间，另外2个，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是迦勒。这2个人看到同款的状况，倒转来了后，既然因提出的物件无同款，伊搭带咱所读起的经文第7节。约书亚甲迦勒所看到的，毋是迄10个人所看到的。迄10个人所看到的是离头前的问题，离头前的状况。
但是约书亚甲迦勒因所看到的是迄个问题，咱也有法度突破了后，你后壁的价值，后壁的祝福啊。同款，第8节的时阵，甲咱讲到，耶和华若意爱咱入去，咱的爬上帝就会带咱入去。所以，迄个重点毋是在伫讲咱的能力有法度无，迄个重点毋是在伫咱的时间有法度无。迄个重点是在于讲，若是这是上帝的心意，咱愿不愿意来军队啊？咱有愿意要来军队无啊？到第9节出现一个真趣味的一句话，我毋知拄咱咧读的时阵，你有看到无？英文迄叫做 piece of cake。piece of cake 是啥物意思？啊？简单的代志啦吼，嘿，太赞了！第一场咧问的时阵，有人讲 piece of cake， 啊，就一片鸡卵糕啊。是啊，英文足趣味的，一片鸡卵糕的意思就是足简单的啦。哦，我都毋知影讲吼，约书亚毋捌去读过英文，毋捌读过去美国留学过，伊嘛知影 piece of cake， 亲像食物安尼简单啦。但是我相信约书亚因所讲出来，并毋是轻看头前的困难，因所看到的毋是咧轻看迄个墙无够悬，还是遐个人无够勇壮，是因为因有迄个信心，感觉讲只要咱军队上帝的心意，上帝就要与我们同在啊！上帝就要与我们同在啊！所以有当时啊，伫咱实际上的环境的中间，有当时啊，咱共款有软食，咱有软弱的时阵，咱有无法度的时阵，甚至咱有当时啊嘛感觉讲，真正无法度，无可能啊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咱毋通互即款的思想占咱的来思考伤久，因为上帝透过圣经咧甲咱讲的心意，就是咧讲，咱毋单只有眷顾咱家己的代志，咱嘛要眷顾别人的代志啊。我们不只是担待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也要关顾别人的事啊。所以圣经一直在甲咱讲的，就是咱毋通停止聚会，咱来过一个团契的生活，就是安尼啊。因为当咱有需要的时阵，别人真做咱的鼓励，真做咱的帮赞；当别人有需要的时阵，就换咱真做因的鼓励，真做因的帮赞啊。所以上帝咧叫咱彼此担待、彼此接纳，毋是叫咱伫遮咧彼此论断、彼此批评。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来爱咱做伙得地为业，是要将迄个好的事、好的即个结果来赏赐互咱，是要叫咱真做伊荣耀的囝儿啊。所以咱通看到，约书亚甲迦勒因两个人，因两个人就是因为相信，因两个人就是因为相信，所以相信上帝所应允因的是好的。若是安尼，咱就按照上帝的心意，咱往头前来行。因为因知天父上帝要爱咱的是离开迄个做奴隶的埃及，上帝要爱咱的是做伙离开迄个困苦的旷野地。因为上帝意爱咱的是做伙搬过迄个约旦河，进入迄个水果好、老年甲别的迦南地啊。若是安尼。其实民数记咧，甲咱讲的是爱咱合适约书亚甲迦勒，用上帝的眼光，用咱对上帝的信心，用咱有法度负责的行动，咱彼此鼓励，做伙求进步，一起突破跨越。所以约书亚甲迦勒因两个信心，毋是否认头前有困难的事，是因为因愿意军队，因愿意去试，因愿意面对挑战。想要去得到上帝迄美好的祝福，所以耶稣亚所相信的是，当人生的选择摆在前面的时候，因就是用相信来做选择啊。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选择，这是一个相信的选择啊。所以约书亚、迦勒因所相信的一项事，就是讲，我们虽然不行，但是神可以。虽然困难强大，但是我们的神比困难更强大。就是安尼，所以约书亚甲迦勒因所选择的，就是讲，因毋是去选择看起困难，因要选择的是看起上帝应允。也就是讲，有当时伫咱的人生中间，莫讲别人，莫讲这个环境，有当时咱嘛甲咱家己讲，无可能，无法度啦。但是对圣经，咱会当看到，上帝甲咱讲的是。我要甲你同在，我要甲你同行。
本来咱即个暑假有一个联合团宣队计划要出去，我咧想的是想讲5月份的时阵才来开始招募团宣队的队员，但是无拍算，对3月份、4月份开始，已经有一寡青年、青少年已经来甲我也是慈师母报名讲，因想要去。伫即个中间，甚至有大学生甲我讲，牧师，我要招一个阮的同学，安尼会使无？吼，太好了！若是伊有同学嘛愿意甲咱做伙下乡到偏乡去服务，太好了！甚至后来顾一项事，互我有一点仔非常大担保，真正有够神奇的事。你会感觉一点仔担保非常足神奇，迄是啥物？迄叫做啥物形容词啊？担保小可非常真实，因为有咱少年的妈妈讲，伊嘛足想要去啊。有少年的妈妈嘛讲，伊嘛足想要去啊。确实啦，有当时人会感觉讲，一个团宣队一去就一个礼拜7天呢，7天足久呢，无时间无可能啦，迄假足歹请的啦。是啊，一个团宣队出去7天足久，假足歹请，咱足无用的。但是甲出去9天、12天、15天出国去佚佗，咱就有时间啊呢。这叫做选择，这叫做选择。当然，咱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状况，咱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状况，咱袂使安尼做伙来比。但是我相信，咱会当选择，咱会当选择诚侪教会事工团宣队带导的带导勇士，咱会当诚侪咱教会事工团宣队要出去支持因，不管你是用钱来支持，用带导来支持，拢会使。甚至你的时间会使，咱会当做伙去出力。我相信，不管是透过祈祷、透过奉献、透过出钱、出力、出时间，这拢是咱的选择，咱要甲上帝同行、同荣耀啊。所以加勒甲约书亚，因就是安尼选择的，因就是安尼选择的。所以因的选择，毋是亲像迄10个人讲，啊无咱倒转去埃及好啊。因的选择是咱做伙行上帝的心意吧。我们不要回到那个捆绑我们的旧时代、旧生活模式，新的生活里头前，更加美好的生活里头前的等待咱啊。所以真侪人毋是去互外口的环境捆绑住，是因为咱家己选择留伫迄个上舒适迄个所在啊。真侪人毋是咱做会到，是因为咱还袂去做，咱就感觉无可能、无法度啊。过去我捌听到一个人的分享，伊咧讲。当伊少年的时阵，伊感觉这个社会不公不义、无公平，不公不义、无公平，所以就足想要写一本册，因为伊感觉讲写册会当影响到这个社会，伊足想要写一个册来影响这个社会啊。我毋知咱少年的时阵有啥物款的愿望，咱少年的时阵有啥物款的想法，真有达成啊无？还是你还搁咧达成目标的路中？后来，这个人的分享是讲，头前想要写一本册去影响社会、改变社会的愿望，伊无达成，但是伊真足想要写一本册来这个社会回实的，因为伊后来发现讲，家己伫不知不觉当中，伊画出迄个伊少年的时阵，伊上讨厌迄款人的模样啊，在不知不觉的当中，他活成以前他最讨厌的那一种样式啊。所以咱要画出什么款的模样，迄是咱家己的选择。想要，我们就会千方百计；不要，就会千难万难。所以，加勒甲约书亚因的选择是选择军队上帝的心声，军队上帝的心意，军队圣经的真理啊。他不是选择那个多数人的选择啊。咱要军队世界潮流选择做大多数的人咧做的事，足简单的啊。但是咱若要逆风而行，足困难的。所以讲起来好加载，好加载啥物？摩西咧迄年代无叫做民主制度，用投票决定。10个投票决定要倒去迦南迄个埃及地，只有2个人决定讲，咱要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。咱若军队世界潮流，军队多数人的想法的时候，有当时咱家己爱小心嘛。咱家己爱小心嘛，迄是上帝的心意吗？迄是上帝所意爱的吗？
过去捌有人讲过，英雄总是寂寞的，英雄常常拢是束缚的，因为英雄选择的路常常拢是正人无愿意行的路。咱若看圣经，咱就知上帝先知所竞选的嘛是迄款上少人所行的路。上帝的先知常常嘛是束缚、寂寞的，因为无相信的人较侪啊，反对的人较侪啊，批评的人较侪啊，包括比勒多利啊无法度做决定的时阵，伊交正人去做解决，较侪人的意见就是甲主耶稣顶大十字架顶面。所以咱要行，是要行世界大多数的人要爱的生活，还是咱要行离上帝意爱咱去得到即款的应允活命？这就是咱需要去思考甲做出的选择啊。当然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有当时咱会面对足侪足无奈的事，身体健康无好，行路无好，咱的目睭咧看无好，甚至咱就算做足青年勇壮，咱有一堆永远做袂了的代志，伫遐不断咧做。真个青年嘛，真正足可怜的，买一间厝，凊彩得2-3千万起跳。即款生活的压力，我相信有当时会将咱拖入迄款人生的旷野地，甚至咱有可能会足无奈，啊无归去咱倒来埃及就好啊嘛。过去咱嘛捌讲过，正话年轻人就是做月光族嘛，反正无法度去买迄款2-3千、3-4千万的厝，啊无我趁偌济，我开偌济嘛。及时行乐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的选择会互咱足无奈，咱的选择会互咱留伫旷野地，甚至咱的选择要带咱倒转去迄个埃及地啊。遮个代志拢会真做，亲像橄榄地怀念头前遐勇壮的人，怀念头前遐高墙共款，迄墙就怀念遐，咱哪有可能要安过？但是感谢上帝，因为福音的好消息甲咱讲，福音的好消息甲咱讲，咱会当做伙做礼拜，咱会当做伙有一个团契的生活，咱会当透过祈祷将咱的困难讲互上帝听。因为咱的选择会当选择，咱要做伙过一个有信仰的团契生活，咱会当伫团契、伫教会内面，咱互相接纳、彼此关心、鼓励甲带导。若是咱选择的是安尼做，我相信有可能常常咱唱出的拢是俄勒的诗歌、赞美的歌声，常常咱讲出的拢是肯定别人的话，咱所讲出来拢是彼此扶持、鼓励的话啊。若是安尼，被上帝所要加添互咱迄款的平安甲喜乐，绝对就会伫咱的生命内面生根啊！特别是咱过去捌讲过，咱若肯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恩典是 more and more 的。是恩上搁再加恩，是力上搁再加力啊！所以约书亚甲加力，互咱看到就是讲，当咱会晓用信心的眼光甲行动，咱大家做伙来做的时阵，咱的教会、咱的家庭、咱的生活，真正会当成做一个水搁好的家庭，成做一个应邀上帝的教会。所以，剩落来是咱家己的选择。咱要选择有啥物款的眼光，咱要选择有啥物款的行动，咱选择要唱出啥物款的歌，互咱的生命、咱的工程、咱的工作、咱的教会，咱要做伙进入迦南地啊！因为有一句话安尼讲 ：“Follow Jesus。”“Follow Jesus” 是啥物意思？跟随耶稣。“Follow Jesus”。咱若无跟对耶稣，咱要哪讲咱是基督徒？所以，愿咱继续跟对耶稣，嘛恳求上帝伊的保守带领，互咱大家出入平安，咱大家做伙进入迦南地啊！安尼有好无？做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完全地一切荣耀拢归伫你，也愿今仔日做伙俄勒敬拜，会当得到你的感恩。阮搁在这边献上阮的感恩，阮的感谢，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用信息来回应上帝话。信息第605首，靠主恩典奇妙气力的保护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奉献，请叶弘一、梁家宏出示书献。请起来唱奉献的歌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第一点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。礼拜后，请老婆互相请安交谊，到地下室做伙响应爱餐。本周是夫妇团契服侍，下周讲道者是新学生李慧君姊妹。第二点，下主日研发组甲财务组要举办团契同工训练，包含教会网站的活动编辑甲会计系统的教育，预计爱参后12点半至14点半伫5楼举行。麻烦会长、校长、队长甲会计同工两个参加。上好是家己带电脑，手机嘛会使使用。教会另外有几台笔电，会使几个人做伙操作。第三点，教会1楼查甫的便所有订4月14号至4月25号时间，造成的无方便，请大家原谅。第四点，旧年度2025年的奉献证明已经放在会友信箱，会使做报税指引，请兄弟家己领取。若是无信箱的，请交代到所取；若袂使家己所取的，请找私函干事，伊会用挂号的方式寄出去。团契消息：第一点，儿童主礼屋甲今仔日主办年度的春游，要去大的校园，特别邀请本会的校友石博刚长老亲自导览。第二点，上年团契
今仔日礼拜爱参了伫5楼举行4月份的例会，由梅城淑如姊妹分享，每位清凉一下有神的话语，请相连兄弟做伙来参加聚会。第3点，妇女团契伫本礼拜5由潘义轩弟兄分享，阮23到32，我伫台北南门学到的性命韧性，欢迎姊妹来参加聚会。具体消息，第1点，本会青年陈永柱，爸爸是陈宝石，妈妈是梁丽珍，甲夫婿杨俊宇。伫本礼拜6下晡1点，伫本会礼拜堂举行婚礼，愿父上帝以伊的母亲的恩慈保守，带领新人祝福伫耶稣基督内建立一个和乐美满的家庭。教界消息甲大多数项，请兄弟看周报。平安礼，即摆咱来行平安礼，请起立。报告一项事，哇，这拢大家徛咧吼，但是永柱甲俊宇，你挥一下手，挥一下手哦，这是咱这个拜六要结婚的新郎哦，真的，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祝福他们。请坐。继续。请斗阵营信息399首，愿上主大人来。继续请导牧师祝祷。
愿被上帝光今日照伫咱，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稳定甲疼痛，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，圣神的保守甲恩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直甲永世大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绿岛闭会。